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我知道了，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当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呀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当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，是月儿错，是月儿害了你。当儿，当儿啊！珊瑚，在。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，王后，王后。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的大山里边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，
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与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1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2个回合和第1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重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，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。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！是。做主啊！当然，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荡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荡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荡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荡儿或许有救了。
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生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7叶一枝花根部的仙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仙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。